有什么偷看的必要吗？请再等等，这些行程像被追撞过于无能，神仙迟早啊，还是负起责任？散会啊，散会，请停止讨论，再见了，一颗 soul， 自责感想 black hole， 请别再抽，红魔者 Q9， 非常新鲜so。有什么偷看的必要吗？还没完成，你是一个心机的人。24岁还算是个学生，犯错不可避，请停止讨论。再见了，一颗 soul， 自责感想 black hole， 请别再抽，红魔者99，非常新鲜so。这样的歌词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吗？这样的我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吗？小鬼。